这个小犬风台的重心，昨早起是登陆屏东的鹅銮鼻。虽然才短5分钟，嘛，互恒春半岛受损严重。伫个要去垦丁两半公园的一路上，有2粒军方的雷达球，其中1粒嘛去互风台拍下去。空军司令部讲，这个球内底有天线，会当侦测天空的飞行器。风台要来进前，军方已经完成防台的整备。这个雷达球只有上外口的球塔被破坏，并未影响国军空袭监控的任务。受到小犬风台影响，垦丁游玩继续透风落雨。在两万公园路上，原本有2粒白色的雷达球，其中1粒军方的雷达球竟然被小犬风台毁掉去。球体完全被破坏，边的草布啊是散甲规土块外壳。详细比对一下，原本的雷达球防护大完整，外观有纹路，顶悬也有2支雷达天线，也过经过风台破坏，严重损断。球体消失去，外观变成是安尼一起一起的模样。它就是侦测空中的那个飞行器啊，它外面做那个球形的雷达罩，它就是在保护里面的设备，就是防风的一种措施。空军司令部也回应讲，在小犬风台警报进前，军方已经完成预防的整备，雷达天线也已经进入暗体防护。球塔是2皮材质，避免重要的设施风吹日晒。虽然讲被毁掉，也毋过并无影响到后续战备任务执行。负责探测任务的雷达球由原挡袂过小犬风台威力，防护塔被毁掉。之前嘛有建议讲用钢机仔来加强固定，也毋过目前也未执行工程。军方也表示，后续会进行补强，无影响到国军空袭监控的作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